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關注一位香港人嘅太空之旅。中國首位來自港澳地區嘅女性載荷專家黎嘉瑩，隨神舟23號載人飛船升空，正式執行太空任務，成為香港航天發展一個重要里程碑。神舟23號載人飛行任務將於5月24日晚上11:08喺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。今次乘組由朱楊柱、張志遠同黎嘉瑩組成，由曾經執行神舟16號任務嘅朱楊柱擔任指令長。黎嘉瑩喺2024年入選航天員，完成超過200項訓練科目，累計訓練時數達1700小時以上，並以優秀成績通過所有考核，作為首次執行飛行任務嘅航天員之一。目前佢狀態良好，並同隊友建立高度默契。今次任務亦係中國首次由第3批同第4批航天員共同組成乘組，當中更會進行為期1年嘅在軌駐留試驗，進一步探索長時間太空生活同科研能力。神舟23號進入軌道後，會採用自主快速交會對接方式，與天和核心艙對接，形成3船3艙組合體。喺任務期間，航天員與神舟21號乘組完成在軌輪換，並繼續進行多項重要工作，包括出艙活動、設備安裝與回收、空間碎片防護裝置安裝，以及多項空間科學實驗，亦會進行科普教育同公益活動，推動航天知識普及。目前各項準備工作已經完成，無論係航天員狀態、飛船火箭定係地面系統運作都非常穩定，任務已具備發射條件。隨住黎嘉瑩踏上太空之旅，唔單止代表國家航天發展再進一步，亦象徵住香港力量正式踏入太空新時代。